讲到这物件会黏袂黏这件代志，影响到咱的生活。事实上，黏是一种科学哦。家己关举办科学特展，要互囡仔激头脑，了解这会黏袂黏其中的科学秘密。东西嘛，什么东西可以用胶水呢？卫生。导览志工向囡仔小解展览的内容，囡仔摕合适单伫会场内底拿找线索，拿体验生活当中甲黏有关系的有啥物。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用黏来做主题，举办科学特展。玩树蛙的感觉很好玩，玩的时候那个脚都没办法用起来，可以就是手你可以拉鞋子的那个东西。然后它怎么样？它的磁力很强。我感觉上好耍的，就是用钓竿来钓物件的。伫这个特展当中，有设计真侪爱动手体验的所在，嘛需要囡仔去激头脑找到物件。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就讲，科学毋是干那课本的公式，亲身体验才是上好的学习。透过黏这个意象呢，去教导孩子黏这个科学，在物理上它什么东西会造成黏，在化学上什么东西会黏，黏跟不黏呢，在使用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对他们而言的话，最基本的就一定是有额外新的科学知识，以他们透过操作性的东西去想想看如何把这个谜题解答出来，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到孩子们的逻辑推理跟思考的能力。家己关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举办这个黏性科学的特展，目前针对家己关的学校举办一天的校外教学课程，暗算伫明年嘛开放予民众参加，希望予科学知识的学习会当愈来愈普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